在台湾，超过90%的60岁以上长者每天都在服用一种他们认为能够让身体更健康的维生素，但事实上，这些维生素正在悄悄地伤害着他们的心脏、肝脏，甚至是大脑。这不是危言耸听。根据台湾各大医学中心的临床研究，以及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上的长照追踪报告，我们发现许多长者因喂错误补充维生素，反而加速了身体的老化，甚至引发了原本可以避免的疾病。他们以为自己在保养，实际上却是在慢性中毒。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吓人，但请你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因为如果你现在不看完，你或你的父母很可能正在无意间服用一种让身体老化速度加快的东西。如果你不看完这支影片，你可能会错过那个正在你家药柜里默默伤害你健康的真正元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最完整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1，如果没有，请打0。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吓唬你，我是想保护你，保护所有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因为在我这32年的行医生涯中，我看过太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分成2大部分来跟你说明。第一部分我会告诉你哪4种维生素60岁以上的台湾长者应该立刻停止服用。第二部分我会告诉你哪4种营养素是你这个年纪真正需要补充的。而且我不会叫你马上去医院做检查，我会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你在家里就能初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吃错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会在影片中揭露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保健食品产业最不希望你知道的，但我会告诉你，因为在这4种你应该补充的营养素当中，有一种能够帮助许多叔叔阿姨重新找回清晰的记忆力，晚上睡得更安稳，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我在这里先说清楚，我不卖任何产品，我也不推荐任何品牌。我只是一个在台湾行医32年的医生，我只想把正确的知识告诉你。我叫林浩中，我是一名内科医师，专攻老年医学，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32年。我的声音可能有点低沉，因为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正因为我看过太多案例，我今天才决定站出来录下这支影片。在台北、台中、高雄，我今守过无数位长者的病历。很多人住进医院的时候，他们的家人都搞不清楚原因。后来我们才发现，问题竟然出在他们每天吃的维生素上。肝指数飙高，心脏出问题，甚至脑部功能退化，追根究底，都跟过量或错误补充维生素有关。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因为很少有医生会花时间仔细跟病人解释这些事情。但今天我想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危险区4种应该停止的维生素，第一种你应该立刻停止服用的就是高剂量的维生素 E。 很多人以为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保护心脏，让皮肤变好。但你知道吗？当你每天摄取超过400 IU 的维生素 E 时，它不但不会保护你，反而会变成一种氧化剂，开始攻击你的身体。高剂量的维生素 E 会让你的血液变得过度稀薄，这叫做凝血功能障碍。你可能会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淤青，甚至轻轻碰一下就淤青一大片。更严重的是，它会损伤你的血管，让你的心脏跳动变得不规律，甚至增加出血性中风的风险。我有一位病人姓张，大家都叫他张伯伯。他今年72岁，住在高雄。有一天他来找我
说自己最近很容易头晕，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问他：“你最近有吃什么保健品吗？”他说：“有啊，电视上说维生素 E 对心脏好，我每天吃1000 IU。”我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抽血检查后发现，他的凝血功能已经出现异常，血液过度稀薄，随时可能引发内出血。如果你现在正在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 E， 请你立刻停止。只要停得早，你的身体是可以慢慢恢复的。第二种危险的维生素叫做合成贝塔胡萝卜素。很多人以为贝塔胡萝卜素对眼睛好，所以就大量补充。但你知道吗？如果你曾经抽过烟，或者你住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都市区，像是台北、新北、台中这些地方，那么补充合成的贝塔胡萝卜素反而会大幅增加你得肺癌的风险。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国际上好几个大型研究都证实过的事实。合成的贝塔胡萝卜素进入你的肺部组织后，会跟空气中的污染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就像是在火上浇油一样，加速了肺部细胞的癌变过程。我有一位病人叫林国民，今年68岁，住在新北市。他年轻的时候有抽烟的习惯，虽然后来戒掉了，但因为眼睛开始有点老花，他就买了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的保健品来吃。结果过了1年多，他开始咳嗽，后来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幸好发现得早，但医生告诉他，你不阴，该吃合成的贝塔胡萝卜素。如果你真的想保护眼睛，补充贝塔胡萝卜素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吃天然的食物，吃胡萝卜、地瓜、深绿色蔬菜，这些天然食物里的贝塔胡萝卜素不但安全，而且身体吸收得更好。第三种危险的维生素，其实不是维生素，而是铁质。很多综合维他命里面都有添加铁质，尤其是针对女性设计的产品。但你知道吗？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如果你没有经过抽血检查，确认自己缺铁，那么额外补充铁质反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主动排出多余的铁质。当你吃进去的铁质超过身体所需时，它会开始堆积在你的肝脏、心脏，甚至大脑里。这些多余的铁质会像生锈的铁钉一样，慢慢腐蚀你的器官，导致肝硬化、心脏衰竭、记忆力退化。我有一位病人，大家都叫她阿美阿妈，今年74岁，住在台中。她每天都很认真地吃中喝维他命，因为她觉得这样对身体好。结果有一天她来找我，说自己最近很容易累积性也变差了。我帮她抽血检查，发现她的铁蛋白指数 ferritin 已经高到吓人，肝功能也开始出现异常。我问她：阿妈，你有在吃什么保健品吗？她说有啊，我每天吃中和维他命。我一看成分表，里面就有铁质。我告诉她：阿妈，你已经过了更年期，你不需要补充铁质。后来她停止服用含铁的产品，过了几个月，她的身体状况就明显改善了。所以请记住，如果你是18岁以上的男性，或是已经过了更年期的女性，除非你有抽血检查确认缺铁，否则千万不要随便补充铁质。第四种危险的维生素，就是那些超高剂量的综合维他命。在台湾，很多综合维他命产品会强调高单位、超强配方，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事实上，这些产品里面的维生素含量往往是人体每日建议摄取量的3到10倍。你觉得吃越多就越好吗？不是的，过量的维生素 B6 会导致你的手脚发麻，甚至出现神经病变。过量的维生素 A
会伤害你的肝脏，让你的肝指数飙高。这就像你开车一样，你的车子油箱只能装1公升的油，结果你硬是倒进去5公升，你觉得车子会跑得更快吗？不会，它只会故障。我有一位病人叫陈淑琴，今年70岁，住在台北。他每天都很认真地吃一种叫做超能量配方的综合维他命，因为广告说这个对身体很好。结果过了半年，他来医院做健康检查，发现肝指数异常升高。我问他：陈子，你最近有吃什么药吗？他说：没有啊，我只有吃维他命。我一看他吃的那个产品，里面的维生素 A 含量是建议摄取量的8倍。我告诉他，你不是在保养，你是在伤害你的肝脏。所以如果你要吃综合维他命，请选择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银发配方，或者前萃只针对你真正缺乏的营养素去补充，不要贪多。好，触区4种真正该补充的营养素。现在我们来说说60岁以上的长者真正应该补充的4种营养素。第一种就是维生素 B12。为什么 B12 这么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胃酸分泌会减少，肠道吸收 B12 的能力也会大幅下降。当你缺乏 B12 的时候，你会开始出现悸、毅力衰退、手脚发麻，容易疲倦，甚至走路不稳，容易跌倒。更可怕的是 ，B12 缺乏的症状跟阿兹海默症非常相似。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得了失智症，结果检查才发现，原来只是缺乏 B12 而已。我有一位病人叫吴志豪，今年76岁，住在台南。他的家人带他来找我，因为他最近常常忘记约好的时间，连简单的计算都会算错。家人很担心，以为他是不是得了失智症。我帮他抽血检查，发现他的 B12 浓度非常低。我开始让他每天补充 B12，采用的是甲基谷氨素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的 B12 比较容易被身体吸收。结果才过了3个星期，他的家人就跟我说：医生，我爸爸好像变聪明了，他现在记性变好了，人也比较有精神。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记性变差，容易累，或是手脚有点麻麻的，请你去检查一下 B12 的浓度。而且如果要补充 B12，建议选择甲基谷氨素 methylcobalamin 这种形式，不要选腈谷氨素 cyanocobalamin。第二种你应该补充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D3。在台湾，很多长者其实都缺乏维生素 D。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出门晒太阳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也会下降。当你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关节酸痛、肌肉无力，容易跌倒，免疫力变差，连感冒都特别难好。更严重的是，缺乏维生素 D 会让你的骨质流失加速，增加骨折的风险。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次骨折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我有一位病人叫李素贞，今年71岁，住在嘉义。她每年冬天都会膝盖痛，痛到连走路都有困难。她以为是退化性关节炎，吃了很多止痛药，但效果都不好。后来她来找我，我帮她检查，发现她的维生素 D 浓度非常低，只有15 ng 除以 ml， 正常应该要在30以上。我开始让他每天补充维生素 D3， 同时搭配镁，因为镁可以帮助维生素 D 吸收。结果才过了6个星期，他的膝盖痛就明显改善了，冬天也不再那么痛苦。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关节酸痛、肌肉无力，或是容易感冒，请你去检查一下维生素 D 的浓度。建议每天补充1000到2000 IU 的维生素 D3，
这个剂量对大部分的长者来说是安全而且有效的。第三种你应该补充的营养素叫做辅酶 Q10，英文是 CoQ10。这个东西可能你没听过，但它对你的心脏和身体能量非常重要。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身体制造 CoQ10 的能力会下降，而且如果你有在吃降血脂药物，像是施塔汀类 statin 的药物，那你体内的 CoQ10 会消耗得更快。当你缺乏 CoQ10 的时候，你会觉得全身疲倦无力，爬个楼梯就喘个不停，心脏好像没有力气跳动。为什么？因为 CoQ10 就像是细胞里的发电机，它负责制造能量。如果你的 CoQ10 不够，你的心脏、肌肉、大脑，所有需要能量的器官都会开始罢工。我有一位病人叫王明德，今年78岁，住在高雄。他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每天都在吃降血脂药。但他最近跟我抱怨说，医生，我现在走个5分钟就觉得很累，心脏好像没有力气。我帮他检查心脏功能，发现心脏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我怀疑是 CoQ10 不足。我开始让他每天补充100毫克的 CoQ10，而且是使用泛昆醇 ubiquinol 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容易被身体吸收。结果才过了2个月，他就跟我说，医生，我现在走路比较有力气了，也不会那么喘了。所以如果你有在吃降血脂药，或是觉得自己最近很容易累，心脏无力，建议你补充 CoQ10， 选择泛昆醇 ubiquinol 形式会更好。第4种你应该补充的营养素就是 Omega-3 脂肪酸。台湾人虽然常常吃海鲜，但现代人吃的深海鱼类越来越少，而且很多鱼类因为养殖的关系 ，Omega-3 的含量也不高。当你缺乏 Omega-3 的时候，你会开始出腺悸、毅力衰退、关节发炎、血脂异常，甚至情绪低落。为什么 Omega-3 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大脑有60%是由脂肪组成的，而 Omega-3 就是大脑最需要的脂肪。如果你的大脑缺乏 Omega-3，就像机器缺少润滑油一样，运作会越来越不顺畅。而且 Omega-3 还有很强的抗发炎作用，可以减少关节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有一位病人叫朱玉华，今年75岁，住在花莲。他最近常常忘东忘西，膝盖也常常痛。他以为是年纪大了，没办法。但我帮他抽血检查，发现他的 Omega-3 指数非常低。我开始让他每天补充1000毫克的 Omega-3，而且要确保里面含有足够的 EPA 和 DHA 这2种成分。结果才过了2个月，他就跟我说，医生，我现在记性好像变好了，膝盖也比较不痛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记性变差，关节容易发炎，或是情绪常常低落，建议你补充 Omega-3。选择的时候要确保产品含有至少1000毫克的 EPA 加 DHA， 这样才有效果。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跟你分享了4种应该停止的维生素，以及4种你真正应该补充的营养素。现在我想请你做3件事情。第一步，检查你的药柜，把你现在正在吃的所有维生素和保健品拿出来，仔细看看成分表。如果里面有高剂量的维生素 E 合成贝塔、胡萝卜素、不必要的铁质或者超高剂量的综合维他命，请你立刻停止服用，把这些产品的名称记下来。第二步，预约抽血检查，去医院或诊所跟医生说你想检查 B12、维生素 D、铁蛋白、ferritin 以及 Omega-3 指数。这些检查不贵，但可以救你一命。第三步，选择一个优先补充的营养素。如果你的检查报告
显示你缺乏某种营养素，那就优先补充那一种。如果你不确定要从哪一个开始，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你最近记性变差，容易忘东忘西，那就先补充 B12。如果你关节酸痛，容易跌倒，免疫力差，那就先补充维生素 D3。如果你容易累，心脏无力，而且有在吃降血脂药，那就先补充 CoQ10。如果你关节容易发炎，记性不好，情绪低落，那就先补充 Omega-3。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很多老年人的疾病，我们一晒年纪大了，没办法，但其实只是缺乏某种维生素而已。只要补充对了，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可以恢复得比你想象中还要好。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你分享给一位60岁以上的亲友，也请你在下面留言写“我了解了”，让我知道你已经完全明白了。你值得拥有健康的身体，你值得保持清晰的头脑，你值得快快乐乐地跟家人一起生活。谢谢你看到最后，